矣乎？作者才力所限，仅以呆读者之审证。中华民国52年10月前墓室于沙田和丰台玉庐。1. 在版序，《论语》20篇开始即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孔子一生为人，即在乐于学而乐于教。人之不知，亦当知不知，此上两端言。故又曰：若甚与人，则我其感。我学不厌而教不倦。又曰：时事之义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则孔子之自居，在学在教，不在求为一圣人。论语书中其不以名言之。此由言，但问耕耘，莫问收获。亦且秋收冬藏之后，岂能不复有春耕夏耘？而且耕耘仗己力，而收获则不尽在己力。故亦有既尽耕耘之力，而复遇荒欠之来临者。孔子生前其道不行，又岂孔子之过？孔子50而知天命，此即天命之所在矣。人之为学，又岂能超乎其天之所命？此为西方人战胜自然，克服自然，有此想。中国人则不作此法。知天法，天之道，其要乃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。2. 在此，颜子曰：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夫子奔亦绝尘而回，称若乎后矣。孔门72弟子，师弟子间，莫不尊颜子为好学。后世有孟子，其实群言并兴，而扬莫之言赢天下。孟子则曰：乃我所愿，则学孔子。又曰：能言俱扬，墨者，皆圣人之徒也。又曰：人皆可以为尧舜。孟子特以为圣人免当时之学者。后世以孔孟并称，而每引孟子语以尧舜自勉，则其为学趋向有时与孔子有相异。宋代朱子定与孟、学、雍为四书，朱子又曾有颜子系，孟子则较粗之辩。而学者每喜读孟子书，时若有余于《论语》，即如朱子同时录象山已然。而明代王阳明则亦见其为然。阳明求为圣人，及其龙场亦自悟，乃曰：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？则岂不先世之孔子，亦当学后代之阳明。此乃禅宗一悟成佛，己身成佛，立得成佛之余义。此语时亦引人入其途，而其流必有不可胜言者。诸子为学，则学其前贤如周、张二臣。怜惜教二臣，寻孔言乐处，所乐何事，则所学即学其乐，所乐亦乐其学。此与孔子教学上无大相异。唯恒渠则学之所长，乃在其苦学处。故伊川与恒渠书有云：观无书之见，至正而谨言，深探远则，其后世学者所长虑极。然以大概气象言之，则有苦心极力之象，而无宽裕温和之气，非明锐所照，而考所至此。故一履偏而言多志，小出入时有之。更望玩养思虑，涵咏义理，他日当自调畅。可见恒渠为学，时有似西方哲学家，所学对象多在外，少在己。如其论义即然。义象言天行健，君子以自。在版序。3. 强不息，此意与孔子亦相近。而恒渠之努力，则有引人入其途处。余年65，赴美任教于耶鲁大学。余不能英语，课务轻简，乃草为此著，自遣10日。余非敢与诸著真异同，乃诸子以下800年解说《论语》者屡有其人，故求谓之折中。及近年来两目成疾，不能见字。
偶主内人读此旧注，于文字上略有修改，为义理则一人旧注。事隔1月，忽悟此序以上所陈之大义，乃作为此书之后序。1987年钱穆氏于台北外双溪之宿书楼10年9时有3。1. 目录序1，再版序1，上编1，学而篇第13，为政篇第2 23，八义篇第3 53，礼仁篇第4 87，公常篇第5 113，雍也篇第6 145，述而篇第7 175，泰伯篇第8 211，子罕篇第9 235，乡党篇第10 265，柴氏藏书论语新解2，下编291，先进篇第11 293，颜渊篇第12 323，子路篇第13 351，宪问篇第14 377，卫灵公篇第15 423，记事篇第16 455，阳货篇第17 473，为子篇第18 499，子张篇第19 515，尧曰篇第20 539，复孔子年表551，上编。语谈说